標題：晚年同兄弟姊妹結仇，做好呢3件事你就贏咗。開手語。各位街坊，今日想同大家傾嘅話題可能有啲沉重，但絕對係人生下半場最切身嘅事。你哋有冇發覺人越老越容易同親人嗌交？尤其係嗰啲由細玩到大嘅兄弟姊妹，明明應該係最親嘅人，點解到老嚟反而變成仇人？今日我唔講大道理，淨係用3個真人真事改編嘅故事，同大家拆解下點樣喺晚年化解手足恩怨。第一件事，揾個中間人拆彈。話說係上個月，我喺深水埗茶餐廳撞到舊街坊強叔73歲嘅佢，對住碗雲吞麵嗨聲擔氣。事緣強伯同細佬阿明爭層唐樓嘅業權，兩兄弟由年初冷戰到而家，連清明拜山都要分開時段。你知唔知最興係咩？係我老婆同佢老婆之前喺街市撞到，為咗2蚊菜頭嗌交，翻埋啲舊照，連邊個結婚時俾少咗人情都攞出嚟講。強叔揼低筷子，細佬而家話要賣樓，我唔肯，佢就話要告我。呢個時候我介紹咗做咗30年社工嘅霞姨俾強叔識。霞姨冇一嚟就講法律，反而約兩兄弟去大排檔，叫咗碟最懷舊嘅椒鹽二料蝦。強哥仲記唔記得你20歲嗰年，阿明喺工廠俾人屈偷嘢，你攞住支鐵通去同人講數。霞姨一邊搣蝦殼一邊講，神奇嘅事發生啦。強叔望住細佬頭頂嘅白髮，忽然凸起頭。嗰次你喺差館喊到收唔到聲，仲要我買檸檬茶俾你飲。阿明凸起頭眼濕濕，大佬，你嗰陣時成日話我冇用，但每次有事都係你頂。原來兩兄弟爭嘅唔係層樓，係積咗幾十年嘅心結。霞姨冇偏幫任何一方，淨係不斷提起啲陳年往事。阿媽臨走前要佢哋互相照顧細佬結婚時強叔封嘅大利是，鑿封天兩個一齊修理漏水嘅屋企。傾到凌晨2點，強叔忽然話：阿明層樓你 keep 啦，不過逢年過節我要返嚟食飯。呢件事教我哋晚年手足結仇，最忌硬碰硬，揾個雙方都尊重嘅中間人，唔好講道理住，先講感情。呢個中間人可以係叔伯兄弟、老社工，甚至係相熟嘅街坊牧師。重點係要揾個識得翻舊字吧，不過係翻啲開心舊字吧。第二件事，將遺產變成念記。上個月我去老人院探李伯，佢今年81歲，同3個細妹打咗10年官司。李伯係退休校長，4個兄弟姊妹本來感情好好。但自從李師奶走咗之後，李伯立咗份遺囑，將所有嘢留俾一直照顧佢嘅大女。呢下激嬲咗3個細妹，話佢重男輕女，連祖先牌位都唔俾佢哋拜。我唔係貪啲錢，係條氣唔順。二妹李老師喺電話同我講，大佬後生嗰陣讀大學，我哋3姊妹做車衣女工供佢，而家佢當我哋係乞衣。我請咗專門處理長者糾紛嘅馬律師去調解，馬律師冇睇份遺囑，反而問李伯：李校長，你記唔記得你本相簿？就係你阿媽留低嗰本。李伯打開個鐵盒，入面有幾十張黑白相，4兄弟姊妹喺木屋區玩跳飛機，一齊去執汽水罐賣。阿妹發燒時，大佬背住行幾公里路去睇醫生。馬律師提議，不如咁，你份遺囑照舊，但加多一條，將你鄉下間祖屋改成兄弟姊妹紀念館，擺翻晒啲舊相，阿媽個衣車，細妹結婚時着嘅旗袍，將來邊個後人有興趣都可以翻去住。李伯3姊妹聽到呢個提議，喊到收唔到聲。最後佢哋唔單止唔再爭產，仲夾錢將祖屋翻新，變咗家族博物館。上個月開幕，李伯坐住輪椅，逐個細妹介紹。呢個係二妹當年考第1嘅獎狀，嗰個係3妹親手油嘅冷衫。呢件事點醒大家晚年爭產，爭嘅唔係錢，係存在感。與其將遺產變作戰場，不如將佢變成家族故事館。香港地寸金尺土，唔一定要間大屋，一個鐵盒
一本相簿，甚至係 WhatsApp 群組嘅家族相簿，都可以成為維繫感情嘅紐帶。第三件事，接受不完美嘅和解。最後呢個故事最令人心痛。寶姨今年78歲，同細佬阿昌斷絕來往25年，原因係40年前阿昌生意失敗，借咗寶姨嘅私己錢冇還。本來係小事，但佢哋兩個都係硬頸嘅，加上各自嘅另一半喺度火上加油，搞到最後連阿媽出石都要分開2日搞。舊年寶姨心臟病發入咗 IQ， 佢個女偷偷打電話俾舅父阿昌，阿昌已經80歲，由加拿大飛返嚟，隔離咗14日先到醫院。佢企喺病房門口望住插滿喉嘅家姐，企咗成粒鐘都唔敢入去。最後係寶姨擘大眼，用盡力氣講咗句：細佬，你仲爭我一餐叉燒飯。阿昌即刻喊到跪低：家姐，我請你食一世都得啊！寶姨出院之後，兩姐弟冇好似大團圓結局咁日日見面。阿昌每星期去一次寶姨屋企，帶住佢最憎嘅榴蓮，因為寶姨老公生前最中意食。寶姨每次鬧佢：你又買呢啲臭嘢，但轉頭就會煲湯俾細佬飲。有次我問寶姨：你哋算唔算和解咗？佢擘大對眼：和咩解啊？我見到佢都係扯火㗎，不過而家明解咗，扯火還扯火喎。佢始終係我細佬，就好似我成日鬧個電視遙控器，但冇咗佢又唔得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晚年和解唔一定要恩恩愛愛，有時最真實嘅關係就係一邊鬧交一邊煲湯，接受對方嘅缺點，接受自己嘅固執，接受和解，唔等於要同呢食飯。最緊要係知道，就算有牙齒印，都唔好變成墳墓上嘅裂痕。總結實戰貼士，各位老友記，講完3個故事，我整理咗3招傍身。第一招，揾個和事佬，要識得講古仔，唔好淨係講法律，要講翻細個嗰陣點樣爭堂食、爭沖涼、一齊捱世界嘅日子。香港唔少社區中心有長者調解服務，費用全免，仲有甜品食添。第二招，將啲錢變成識得講嘢嘅嘢，與其留層樓俾仔女爭，不如將老屋變成家族史料庫。而家興數碼化，將舊相錄音，甚至係阿媽啲手寫食譜 scan 晒入電腦，整條 QR code， 後背一掃就睇到家族故事。第三招，接受打打鬧鬧嘅相處模式，好似寶姨咁，唔使強迫自己園齡，但係要記住呢個同你爭玩具爭到大嘅人，同時亦係唯一同你擁有相同童年記憶嘅人。就算每次見面都嘈交，都係一種緣分。醫學角度補充，順便提提，有大學研究話，晚年同親人保持聯繫，可以減低腦退化風險30%，因為傾偈過程刺激大腦回憶，好過玩任何認知訓練遊戲。所以就算嗌交，都好過冇晒聯絡。當然嗌還嗌，記得飲多2杯水，費事血壓高。文化反思。其實廣東人有句俗語，打死不離親兄弟，但現代都市人生活壓力大，加上移民潮，好多手足散落世界各地。我識得有個婆婆同細妹分隔香港同溫哥華40年，靠每周一次視像通話維繫感情。佢哋每次都會一齊煲劇，雖然有時差，但係呢種雲陪伴反而令關係更親密。真實個案分享，上個月我去屯門做探訪，遇翻強叔同阿明兩兄弟，佢哋而家夾份開咗間小食店，專賣童年時阿媽整嘅茶粿。強叔同我講，後生爭流爭錢，老來先發覺爭翻個兄弟最實際。阿明喺旁邊即刻話：你唔好扮嘢，尋日先鬧我落錯單，但兩個轉頭又笑住一齊整茶粿嘅。財務安排要 fit， 講多句實際嘢。如果真係有財產糾紛，可以諗下成立家族信託基金，訂明收益用途，例如指定要攞部分錢，每年搞家族旅行或者資助後輩讀書，咁樣啲錢就變咗維繫感情嘅工具，而唔係破壞關係嘅炸彈。
心理關口突破，好多老人家覺得主動聯絡等於認低威，呢個係最大心理障礙。其實可以試下用啲借意，叫仔女幫手傳句話，扮唔記得密碼問對方，甚至係借啲意分享篇養生文章。而家 WhatsApp 有只限老友功能，正正係為咗呢種情況而設。最後，叮咚，各位街坊，人到晚年最怕嘅唔係死，係孤獨兄弟姊妹，係我哋喺呢個世界最耐嘅同行者。由一齊排隊攞奶粉，到一齊排隊攞老人優惠，呢種緣分值得珍惜。就算而家真係反面都唔緊要，記住呢3件事：一，揾個識得幫你哋回憶同謀嘅中間人，而將身外物變成家族故事嘅載體；三，接受有火氣嘅日常相處。最後送大家一句，我成日同啲老友記講嘅話：呢頭鬧完交，轉頭記得問對方今晚煲咩湯，因為識得問你煲咩湯嘅人，永遠都係你最親嘅人。